开始请奏乐。宣调，耶和华是我的气力，也是我的盾牌。我的心，我靠伊，我就得到帮助。所以我的心大欢喜，我要用我的诗歌学乐伊。三个金圣诗274首，今日是主设立做圣，请起立来念。甲是咱的祈祷文，三甲来祈祷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去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用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勒岛入来受苦，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，上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，伊要对他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相信是
我信信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个来读圣诗后壁的启应文，启应文第36篇，也是箴言的第8篇。我来替大家来念，就听智慧得救，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，智慧伫城门口。正人啊，我叫恁；戆直的人啊，着学习精明。就听我要讲极好的事，伫创造的起头，上主成做我。伫上起头，伊创造世界以前，我出世的时，又袂有深渊。我出母体的时，大衫犹未受造。迄时，大地甲田野还未创造。还未安置工厂，还未伫海面画地平线。伊伫空中布置云彩。甲海定界线，互海水袂搬过界，甲大地下地基。迄时，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，逐日互伊欢喜。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。当我的囝着听趁我。就听教师来得到智慧，听趁我的人真有福气。找到我的人，就是找到性命。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七道救恩、救赎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主怜悯阮的软弱，用十字架的宝血洗清阮的罪。你搁赐下恩典，伫万人中，你拣选微微的阮，成做你的门徒。阮今仔日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只是搁一摆，求你圣洁的灵监察阮，知阮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我的意思，看我一礼拜中间的生活。有啥物歹所行无？带我行永远的路。今年时间已经要经过一半，阮要为着各团契第3季的事工来祈祷，特别是伫暑假中，南门教会青年要组成短宣队，要到家己的经疗国小甲高龄教会，将主的福音传予家己的小朋友。愿求主赐下好的天气。互活动的过程，一切拢顺利。我愿感动南门青年做工的圣神，嘛同款感动接受福音的囡仔，互更较侪的人会当明白你的听，嘛帮助阮的短宣队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阮会当更较坚定来明白主。伫8月21号到23号，阮的主日学要伫教会举办夏季夏令营。阮要教饲囡仔透过食面，会当连接到服务、关心、甲听。求主看顾所有有意的事工，互参加的学生伫生活甲信仰顶悬，嘛有满满的修成。
阮为着教会的社区的事工献上阮的祈祷。社区的事工，阮对老人有社区的手机班、有乐智班、有长青热活班，阮嘛服侍南门国中的国中生。服侍的中间，阮需要搁较侪同工求主来有阮备班。阮服侍细囝的幼儿园，目前的招生也欠学生，求主亲心保守带领，伫社区的事工中，互咱互搁较侪人通过南门教会来认捌主，特别是幼儿园的招生。阮所不足的，求主怜悯，求主陪伴。阮即时伫变化真紧的世界，国际的情势、科技的进步，每一天敢若拢无共款。总是世界在变，福音永远袂改变。帮助阮伫变化的世界中，阮的心神会当更新变化。总是阮永远用主的福音、用主的听来做中心。感谢你，今仔日引带阮所敬听，但这个牧师来到南门正道，求主你透放伊所讲的讯息，互阮的灵命搁一摆来更新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。咱要请咱圣歌队来学乐，因为今个诗歌是有一个名我真爱听。